隨回想而已，明天都會再作這個小故事。相信我才相遇無限次，這段路如何的開始，如何的啟齒，無人知曉的心意，很想去繼續有這花園，來回編織成故事。像是我遇到山落時，又會否剛好的中意，要我寫上我們的詩。以後遺憾沒有戀愛一次，匆匆4月如何的開始，如何的終止，從來無牽手的章子，翻開了無數條線，到最後都沒有那些事。願我記得兒童時淡忘了，都是隨手流放肆，是我的空等一個條件。是最青春的某人望見。多謝你，掌聲林家謙。好記得上次，好耐，唔係已經上次同台已經4年前。拉細好似係。哇！太衰啦！我好記得雖然我呢個講過呢個故事㗎，當年已經，但係我覺得在場嘅好多人應該都未聽過呢個故事。可唔可以俾我講多次？唔可以。當初我記得我一入行嘅第一首歌，其實唔係你哋記得嘅1號種子，好似係林家謙老師嘅一首歌，係當初佢加嘅，所以都可以話係第一次我入錄音室嘅時候就係。即係啲童年陰影啊嘛！唔係，其實都幾㗎，因為嗰時候係咁俾你捉啲咬字，跟住我就覺得，原來錄音咁辛苦，就差啲抹殺咗你嘅之後嘅成途啦，忘記唱歌。所以真係好有緣分。跟住我都想講個故事俾大家聽嘅，就係前一排林家謙老師唔可以叫你先，冇咁老嘅喎，老咩師啊？咁我要同學得唔得？林家謙同學佢開演唱會嘅時候，跟住有一個小故事想同大家分享，就係我有一位朋友，佢好中意林家謙同學嘅，咁所以咧佢就佢係喺新加坡嘅，咁佢特登想飛翻嚟香港睇佢嘅演唱會，但係因為有一啲事佢嚟唔到，跟住我嗰位朋友佢都係咯有少少情緒嘅問題啦，咁所以都真係好拜託我。同林家謙老師同我講聲話，可唔可以俾啲加油嘅鼓勵説下佢？咁所以我嗰日就即刻 WhatsApp 咗林家謙同學啦，我就擺託佢呢件事啦。跟住佢真係即刻覆我嗰陣時，仲喺佢嘅演唱會入邊講翻呢件事，所以都真係幫咗我位朋友好多，所以當我朋友多謝你。我覺得有時做呢啲嘢，我覺得深刻我同你係少少呢一個方向，就係好。想幫一啲朋友，但係我哋唔會好想講出聲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你都叫我即係唔使講咁樣，即係我覺得阿姜係一個咁嘅人，咁所以就多謝你。我位朋友都佢話：你講啦，你可以講，所以我多謝你啦。佢唔想講就冇講。我要去翻大陸嗰度。去做咩啊？嗰時話有一首係咪？我有一首好似好傳説入邊嘅一種。最大師傅聲。我都睇住你大喎，先知你呢隻歌。即係好似傳説入邊，我哋都淨係唱過一次嘅啫。今次計唔計一次啊？今次將會計第2次啊。計第2次啦。送呢一首傳説入邊嘅一種歌俾大家聽。
說有一種智慧能讓你我瀟灑，曾期望過的終日在變化，怕風吹雨打，雨點降下，雨灑腳下路更分岔。同埋你呢排啊應該好倔強啦要，咁我想驚你條頸有事，我就諗住諗下送唔送嗰啲按摩肩頸嗰啲按摩器俾你，但係心諗都係唔好啦，好似賣廣告咁樣，咁最後有諗過不如現場幫你練一下咯。好啊，都真係幾緊嘅。你係咪 OK 啊？OK，你想練？呢下有真係一下喎，係啊！呢個真係傳説，再不需探索，憑直覺試一下。拜拜，走啦。Thank you，拜拜。